今日2025年5月3日係由黃竹坑站起步上去南朗山。好啦，而家離開黃竹坑站上南朗山，我哋沿南朗山道上山就 OK 啦。南朗山道。見唔見到呢度啊？記唔記得啊？冇印象。呢條山路上經過黃竹坑水庫休憩公園。呢個咩啊？加拿大喎，國際學校喎。下邊就係深灣遊艇會。係啦，由呢度開始上山啦。南朗山路開始上山路啦。50米。係啊。早2年仲喺度做緊啊！哦，而家第一個艇係休息嘅啫。嗱，而家開始一路上山啦。一路上到山頂㗎啦。而家高望海洋公園，你睇下吊車，一車車咁車上山啦。而家會上山頂啦。呢個就係南朗山嘅山頂，海拔高284米。南朗山嘅山頂，哇！上到嚟達發射站，因為佢夠高啊，見唔到標高柱喎。
發咗嗬。好啦，而家我哋開始落山啦。今次我哋係沿路翻去黃竹坑站散隊。今日嘅難度係屬於2星，全程係5.35公里，大約用咗2個鐘頭多啲完成。多謝收睇，歡迎訂閱，再見。